时候又到了说笑话时间。是。二话不说，先来一个急转弯。急转弯，我先来。好吧，那我就听听看，放马过来吧。这个联考场上，最悲哀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最悲哀啊！他当然是准考证没带嘛。啊，我还交通塞车呢，哪有那么简单？错。这个书本没带。错啊？哪有这么容易的？是啊，没，这个看书看过头，父母亲没有陪他去。一个人也很多人自己考，很孤单啊。错啊，这你都想不出来。这个考场上最悲哀的事，就是在偷看的时候脖子转不回来了。你真羞憨呐，去老丢。那还有一个，我这边有，你要考我了。有。好，您的急转弯是这个老张啊，老张啊，你姓张嘛？对。老张啊，他这个一直都是靠女人吃饭，但是呢，奇怪，还洋洋得意啊，还洋洋得意，受人尊敬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形？老张风流倜傥。你风流倜傥吗？老张很帅，也错，靠女人吃饭，大家还很尊敬他。老张他还洋洋得意。老张是很善良的一个妈妈桑。酒店里也有男的妈妈桑啊？有吗？他靠女人，可是他们很多人很尊敬他。对，是也错。你标准答案是什么？因为他是妇产科医生嘛。有没有道理？是这个我完成一些疑难杂症的探讨是。来，开始讲故事。今天故事也蛮有意思。说这个星云法师啊，阿弥陀佛，有一天到外县市区啊，他的司机带着他单独一个人啊，去这个演讲完毕以后，开始要回到高雄。这一路上啊，开车子开的两个人极静的这个之下环境，一个注意开车，一个在后面这个调养他的这个怎么讲？这个身心正在那慢慢的观想的时候，但是这个一路上太安静了这个星云法师也有活泼的一面。老张，这个车子啊，能不能让我开一下？星云法师想开车，我开一下，很有意思的。现在这个是论讲这个代志，你这样后边的好的你闭目养神的。不行，我没有开过自动排档的。这怎么好意思？真的你要这样吗？是我愿意的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好。在路边高速公路路边停下。那你要开啊？好，司机就下来。两个换了一下位置。是。哎呀，我没有开过这种车子。自己走起来了。这个是加油就好了。越开越过瘾。不到5分钟就开顺了。撸出去撸进。终于没有看到的码表已经超过速，超速了。唰过去一下，交通警察看到，超速啊！唰一下被拦下。糟糕，警察拦下来了。唰，路边停下。那这个警车啊，上面坐了2个人，巡佐都是坐驾驶。对。旁边的反而是一般的干员、警员。因为警员跑上跑下，有什么状况再来跟巡佐报。是，要开罚单或什么。该快慢呢？该亏几多超速。那旁边警员下来，巡佐坐正跑过去。麻烦看一下这个证件。一看，一看就认出来了，是鼎鼎大名的星云法师。这。对不起，看，等一下再跑回去。巡佐糟了，这他哪个开单是那个招灯上面带几个？这次这可大了的。是，这很大这上两个人呢？2个人，因为他看到旁边还坐一个人嘛。窗户摇下来是星云法师。只看到那边一个影子嘛。这是很大的，报告长官。什么大人物啊？是啊，加多呢。是，难道是宋楚瑜先生？很大可能还不止难道是我们连副总统可能还要大，很大多大？难道是我们李总统先生？可能还要大到底是多大嘛？你就直接讲我也不知道因为你想，你星云法师还是他的司机，旁边这个不晓得是谁，一定很大。连星云法师都帮他开车了是吧？也问讲到星云法师。哎呦。